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乐乐嘅节目。大家要知道冇？慢慢去到秋天啊、冷天啊，大家要知道系咩皮肤会好燥啊？尤其系冷天嘅时节咯，因为知道手骨也好、身体也好，皮肤还袂样啪啪嘅。拍拍嘅用上瘾粉嚟东西，啊讲到你个面咪知道讲系咩？你那边有好照掉啊，你那边没好照掉。喺到底秋冬时节，你个皮肤容易来保养，容易来湿哦。所以今日特别绕墙到你个应用室嚟到节目地度，然后大家来分享佢嘅马莎咧，佢嘅你个好朋友茶几放欣赏，欢迎。你好，恩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欣赏咋个嚟到节目地度，然后大家来分享哦。今日大家来讲乜嘅咧？讲到什么人动从时嘅皮肤。係冇唔錯，係身體就得做生活落去肯定要冇，應該嘅面哦，做落嚟本大家都看到。係，所以你講秋冬嘅時節，當然咪要到面嘅皮膚嘅問題有可能會出現。因為秋天是人們講，熱天要到熱哈，馬上到秋天又冷，天天到冷，又熱又冷，上時嘅皮膚是尤其秋天係燥，就燥嘅問題是會做出有的問題，就意思係會上街不中秋，哈，冇時講有的人粉刺，哈，冇時講有的人嘅冇做好，有黑眼圈、目跳，哈，是會係皮膚是黑暗，啊，有的人是冇保養好是變黃黃，哈，沒醋。哦，它皮膚好粗，它就容易還會燥，因為秋天很燥，皮膚是會開，哦，冇時候敏感。係，還有當然啊，其實像西門人吼，亞啲西門人愛講，佢哋係西蘭人咪愛講，因為了解係西門，用西門嘅角度來講技法。所以你講西門人講到面吼，係講你想講，水氣潮皮膚唔係，我想高到粉有冇？係講香皂嘅時節有冇？甲高粉有冇裂開來？粉供唔上來，係粉供唔上有很好。定影鏡，你冇高是純嘅高粉高好要很好定影鏡。係你講嘅特別，你講嘅水泥啊，孔布里強度啊，風膜那高強度1000，係別開來哈。其實最主要是你的皮膚好哈，你的體質一定要好好改變哈，你怎會做得哈？有的生活中啲壞習慣哈，一定要改睇佢。不，比如講有會不中秋，不中秋睇題是講衛生的問題。啊錯，好，然後衛生的問題咪衛生問題，上次運動好該可能手機手機，或是打電腦、鍵盤啊、滑鼠啊，和同一秒來秒去，又秒前面，其實冇容易，那些習慣是都唔好。你講洗手很重要，對不對？因為洗手動傳出量，那個對皮膚挺對身體很多，我們說細菌都是這樣摸來摸去嘛，對鼻子、嘴巴。造成的問題，如果皮膚未強壯，你做啊，慢來面又面嘛面，而會開冇做開又見面，電腦有可能是有大家講嘅，對中秋嗰個粉刺，問題是中央錯，係，還有當然好個枕頭，因為枕頭不久就揾一擺，哎呀好可怕，你只是大家講解錯係菌道嘅細菌，菌道嘅問題，你都冇注意，所以枕頭。想想是老師，你看這麼西門人很好，這樣這麼愛自己的皮膚，可是你水某改時間又想到該鏡頭，你是直接貼着你的臉整個晚上，他就連眼也唔是揾過，係，好可怕！你最好一禮拜好，你至少咪揾2-3遍對，一禮拜2-3遍，係，你創洗嘛，因為你嘅枕頭不用便宜啦，係。啊，枕頭台吼，你差唔多一禮拜揾下，等於男士你是至少枕頭布吼，像個棉帕咁樣啊，枕頭用棉帕，對，你至少就得洗個棉帕。係啊，棉帕等於唔難。先生講講，啊，像了下個你冇按勤勞哦，一禮拜揾200-300，冇按3萬，而且冇按3萬，一定不過吼係講就一禮拜揾個100小時都好咧。係啊，至少嘅吼手帕吼不用下夾啦吼，等於有當然吼你買一打來嘛，一禮拜啊，你等於揾吼，咪當簡單，一禮拜洗140咧。先生凍定一下，先生講你買一打，你冇一條。係啊，唔難啊。我們嗰啲阿說講，其實凍到問題係，即係這個小地方引起，大家真需要要注意。
不过係講上次一般後生人拄到面嘅皮膚嘅問題，其實你到底係說看皮膚科，又係講說到血塊時，其實可能嚴重衝突。皮膚科先看，因為看係到底係乜原因吼，有的人吼，有的人是不中秋。还有的人不中秋，还有发脓，改天看医生。哦，好，还有的人呢皮肤是过敏，还有的人不咸，等于冇俾醫生看，冇用個去高下去，其實唔會好。不過講到你係講你本身上看有高柔嘅，咁講你食東西有亂食。冇好去，未冇好，到大家都分享一下，其實乜嘅東西切都會注意。第一項是破破件件來東西。而家真是大家係講15地真是做唔得，特別聽做嘅講到，不管係哪界性上類西醫也好，中醫也好，大家聽做嘅講辣嘅東西啦，破嘅東西，靠近了種東西，真是對身體嘅殺傷力動強嘅。因為辣嘅東西係會不中秋，和破件件東西，因為佢有下垃圾，吃下去，安尼皮膚然後個垃圾又排出去，一定到安尼皮膚就出來，係按時還會不中秋。還是甜的東西，因為甜的東西，因為甜的東西有本身身體有發炎，發炎反應，發炎下去，應中秋是冇咁好，皮膚咪冇咁好，還皮膚咪是還會紅，還會風，還會開，還有種是青菜我會買到就買東西好，是青菜一買，青菜粒啊冇去注意，係枸杞啊哪會粒，沒有可能。還有種唔得別買東西，你拿來食下，其實有啲脫嘅東西會靠皮膚排出去，你脫嘅東西等於是聽到下去，皮膚當然唔好。底下當嗰個廣告咪講。不宜拎出好氣色，唔係講做唔得拎，所以還是要看個人需求，你還是要注意下幾個辛苦，睇係托講。還有人是咖啡，咖啡是倒，有人是研究講咖啡是倒下去，你嚟腎上腺下倒，腎上腺下倒啊，上腺是還會發炎，你看多少體，你睇咖啡體質，還有汽水有冇是聽到，因為汽水有甜，甜下去因為身體嘅濕氣下重，濕氣下重個什麼意思？係會不中秋，尤其有什麼因下暗咧都不中秋，那麼因睇睇到講，身體嘅濕氣下重，尤其咧到汽水啊，前年冇是甜嘅汽水，食下去濕氣強重，喺啉酒，係喺牛奶，因為講牛奶樣做唔得呢，有研究是講牛奶特別就紅嘅碘。碘就會講，佢發覺講啲碘嘅東西，係會俾人不中秋，就不中秋嘅人絕對冇食牛奶，有人冇食牛奶中秋是退得去。真是，不過講到咧，其實皮膚嘅問題，你講年齡隨時當重要，你講嘅歐亞子就那個皮膚吹彈可破，對不對？毛細孔又細緻，你講咧哈，年紀越來越大，所以你通到講啲東西是不可逆的。雖然講不可逆，就會面對佢。你講面對佢嘅時間，還是以稍微保養，是延緩佢嘅問題。你講到銀髮族，譬如用年紀概念，其實皮膚還是要注意。你講到用年紀是時保養了哈。那大家來分享一下，譬如說像銀髮族，秋天、浪天都誰性誰水上是誰的少少。少少，其實最主要是因為水是多你皮脂腺的分泌少，皮膚欠油就會生個就到生下皺細，個皺細等於洗條皺條少水下去個皺，絕對莫洗條少的水。還有就是講你的擦骨要特別注意，你最好買個有個橄欖油的擦骨，其實有的我哋橄欖油做的擦骨比較中性，中性，唔會講會變開。有的我會買個香香的沐浴乳，有冇？個盡量老人家莫食嘅，尤其香水強多，有好多嘅化學成分，對皮膚唔好。對，係冇錯。老人家盡量莫食嘅，莫食嘅沐浴乳，見講嘅是死啦。還有人老人家其實做衫特別注意到。要穿舒服，老人家做個好親膚性的，好嗎？莫做太多奶酪的東西，你做天然的面的東西，對人皮膚還有幫助。其實老人家咪驚冷莫上去冷氣啦，莫講上去
降痛莫降冷吼，莫降热吼，喙痛都冷去，莫讲降冷吼，是皮甲皮肤吼，啊皮肤顺头皮贵热。跟上是跟暖气，因为变贵热，皮肤会燥。等于吼，真个天冷，你变个暖撸下去吼，你旁边一天变对水。哦，莫好改见，你再见会天燥。吹冷伊袂强咯，从无系讲你俩冷天到嚟冻降冷的时间，你用该你讲暖气袂强咯，该头里暖炉袂强咯，因为主体性上讲的，因空气会变到冻燥，啊你本身是好燥，其实爱吃到安样个东西，你直接面对皮肤个时间问题袂冻到，你上看你的脚骨，大家有发现无？到脚骨个时间莫讲容易干，后上你袂系，就是这个小腿两边是好像袂重新。裂开来强容易冇，很干铁燥，但容易噶当然啦有安样个问题，那如你有病就该防路到顺条。嘿，燥上加燥，干上加干，是袂强燥。所以其实道理啊讲到，大家有发现冇？其实讲来讲去都系当基础保养个问题，因为皮肤个东西是容易洗出来嘛。哦，迄个当然讲强力清洁冻虫扰，洗个东西冻虫扰，你个肾肺环境袂冻住啊。错，按样个按到个元素加强，当然体质。有一家个体质冇唔错啦，不过还有哦，你讲湿，系讲你湿到冻好，还有冻强力，啊你唔水冇，安样未做唔得。系冇错，冇水冇咪变咯。嘿，咪变咯吼，哇，好可怕哦！是不是？讲到了，是咪想到哇，皮肤又咧染吼，冻定影响。不过其实有当多东西，还系做得咧帮助你好好咧保养，不然你皮肤冇按夹是。冻像冻糟糕啊，冻唔好安样，到底你用因来保养，你嘛来第一听就会了解，你做啲新买嘅东西，你聊下，等下就同你讲。大家咧讲皮肤该保养吼，因为什么人好讲，你啊谁来人很好讲吼，讲实才会就是你讲皮肤该保养冻虫，然后相信你皮肤好的时间，看起来就是觉得规张应该气色是冻好，黑毛是咪讲哦，怎么冻后上？相信你只是冻后上哦，我们讲你的皮肤一好改时间，大家就会觉得哎呦，好像看起来会觉得很粗糙，就会变得好柔安容易感觉。不过讲到皮肤该保养，欣赏我们抗氧化的食物。其实抗氧化冻虫扰皮肤好一定要抗氧化，因为自由基对皮肤伤害体态。其实你的身体好，反而皮肤看得出来。身体好，你皮肤会好；身体唔好，你其实皮肤一定来讲冇好哈。好，该是怪唔到皮沙啦哈。你可能就等于好咬牙啦，好是乱吃东西，你皮肤绝对唔好。好，你不管用你吃东西有几项体重要是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E， 你要良好会强下是。你身体抗氧化，一项系到水里边度，一项到油，你身体油咪就水。维他命 C 系做到你身体水的部分，维他命 E 系油，两项强下，你身体长抗氧化长100分。哦，所以从 A 现在你大白讲，我们每天都要吃一小把的几颗的坚果，因为坚果又好油，就是这个原因。嘿，冇错。哦，你讲雾妈是坚果。对。好，莫是讲杏仁豆，莫是讲核桃。哦。两豆贵还好诶油。好。而且讲实在话，核桃、提头米、杏仁豆又系好食嘅东西。嘿，冇错。还两豆哈，老按水果配强下。好，因为一项系有维他命 C，一项有维他命 E。好，大体都讲像咧维他命 E 嘅东西哈，无论讲雾妈啦，哈，还有杏仁豆，佢除了讲吼，有维他命 E 以外，佢嘅钙质咪当到。好，钙质当到，钙质不去吸收下好，会靠维他命 C。哦，等于有柑啦，吼，甲奇异果啦，把这等下两项强下去，佢一项钙质有下到，维他命 C 会吸收下好，佢两三加起来是100分。哎呦，柑果像系像浪天豆呗，就柑好食，所以柑咪就是一个。慢好嘅果子，嘿，你只柑你实在帮买呢，因为帮剃头，帮剃头汤，跟咪係剃头，唔係剃頭湯，剃頭哈，它就等於是把那個霧媽，好，等於是個奇異果哈，你做個沙拉，奇異果哈，比如個核桃，比如幾隻哈，啉到醬下去是變個奇異果沙拉，咪當好食，好，還有其他有當種有都有植化素，比如講你是個tomato就茄紅素。茄紅素是下去對皮膚會這樣，吼，因為佢很多好處。佢茄紅素是講，日頭曬下去吼，佢刺激互人日頭吸收下去，唔會俾日頭吼
伤害安尼皮肤，好，因为你透晒强度下去哈，机会破坏安尼个胶原蛋白分解酶，会被你胶原蛋白分解掉，哈，所以是会老。因为是网头有行东西，头嫩嘿，网头佢特别有个雌激素，跟女性荷尔蒙。什么因得有女性荷尔蒙，皮肤会降，好，啊，葱特别就最主要去红植化素的胡皮素，胡皮素系最好的抗氧化成分，因是是会好上。还有因讲法是讲吼，就等什么因湿气强冲下去，皮肤是唔好，因为湿气强冲是会上不中秋，好，等于是个冲头，太冲头，其实会因湿气。走体去，你是冇湿气是冇就冇不中秋。很有东西是讲樱桃地表佢最主要叫花青素，花青素咪当好抗氧化的成分，但花青素是倒下去，皮肤咪会降。没有抗氧化能力，好，和洛梨提好是叫好啊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好，还叫买呢叫叶黄素，对膜助人骨膜助，好，还叫最主要哈，叫维他命 E 有多，其实对什么因皮肤来讲都有帮助，尤其你啊浪天冻哈，你皮肤还会燥细，你啊洛梨冻便宜，尽量都是都洛梨，因为是扎手莫去疼冻，因为大家袂知道讲，一开始台湾因为你是洛梨这些植物的时候，大家袂讲，哎，它很没油脂，可是你仔细了解，你会发现它非常感油，因为它本身有很多的油，所以当然洛梨讲，因为它的热量很高，它的热量很够诶，所以线上才会讲，哎，洛梨虽然红，咱们来讲你清凉骨血，因为它的热量够，可是吼，大白糖线上该分析，因为知道洛梨安用该油脂，它真是。安用介食物机的营养非常多，您听说会油，唔过会好油，你到去到挪去自助餐，嗰种炒的菜油就是唔好介油，是强度又唔好，泡泡渐渐就咪唔好，系咪唔好？唔过一啲饮体油会油，所以从线上讲的，比如花生、提头米、核桃、杏仁、洛梨，安用介东西是做得补充，冇错，油嘛哈。唔过讲到两片，还有一种东西特别到节目地图拿出来讲，该是碰翁奶。碰翁嫩其实碰翁嫩哈，碰嫩其实是咩特沙做得起来哈，因为梅头好冲，好像很新哟，还有皮稿说哦，但有些人摸冻好些啦，不过我开始有记梅头对我来讲冻冲。因为佢荷尔蒙的兴奋，等于荷尔蒙兴奋的因后就要特别注意，有等于做那些，比如讲特别有包括嫩亚曼因，是莫青苔血，有等于是讲，子宫哈，等于子宫肌瘤了，等于呢，青的莫青苔血的碰往嫩，因为佢荷尔蒙会刺激本肌肌瘤很厉害，还有等于是创为热宫痛因，有的热宫痛因是讲具有子宫内膜异位，了等于莫青苔的血，好。佢上是嘅荷尔蒙会冇平分，所以其实对现在个主要系荷尔蒙嘅问题。系，佢有一种荷尔蒙嘅东西之间，吼，还就等于是讲对有因是碰汤唔会过敏，系，唔是碰昂嫩、碰蜂王乳会过敏，哈，像啊是蜂王乳会过敏，但是切对怎么的？线上你吃会过敏，系，咁冇是。哦，所以你是模型，嘿，还就等于吼，调色成因模型多，因为你调色本身是调到荷尔蒙下去吼，佢含埋含冇台，吼，荷尔蒙咧东西蜂王乳是你差不多就到熟食，吼，还冇了啲问题，嘿，冇了啲问题原因吼，做到是，其实做到原因其实冇多。真心吼，因为头先讲下咧，其实真心做的是，你讲碰那个东你冇多，而且线上其实根本冇便宜呢。系冇错。好，然后佢冇便宜冇想讲，佢有一只咸，我啱啱讲冇讲，因为有东西可能会觉得还好。个咸其实当冲。对，佢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腥味。不过讲到碰嫩之外，其实大家会发现冇讲到按豆吼，你研究其实就算你哋家买东西，你看广告啦好，好你谈配音讲啦好，你什么你大白会讲胶原蛋白流失，你还可以事情动重啦，因为胶原蛋白对你讲系非常重要嘅一种嘅东西。你哋买因胶原蛋白会流失，提红是闪一条。所以防晒很重要，是吗？因为晒一条下去哈，叫不安尼哈，皮肤底部有红东西，胶原蛋白分解酶，然后胶原蛋白分解酶嘅活性会加强起来，其实不安尼胶原蛋白流失。咁好的有的天然的食物，有的食物基本了解酵素嘅活性会不给冇作用。为本你含
唔会胶原蛋白流失，或者安尼天然的食物中间，比如讲，睇我讲该樱桃、该花青素，其实会不按胶原蛋白分解酶嘅活性唔健太的，是唔会胶原蛋白流失。好，你大白讲，相信你讲可能动作应该面啊，用碰碰有冇有很有弹性，所以胶原蛋白没有流失。我相信讲，你的面越来越少嘅时间哦，像有一波可能好瘦嘅时间，你咪讲，你好瘦哦，可以了。我说，其实唔係好瘦，因为我哋水时累咧哈，所以我胶原蛋白流失咧，所以就是一般你咪讲，面部的肌肉还有弹性嘅时间，可能是没有弹性。不过连下东东因为讲，那胶原蛋白流失，我们是要吃什么来补充？比如讲，就东西要吃胶质，你讲是猪脚，系冇是钙脚，系冇是油，然后系冇是动到已经做好的胶囊，胶原蛋白该等于胶囊，是不是讲钙末管钙这种东西是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其实这么做的啦，哈，不论你是个钙片，哈，嘿，莫是钙片，哈，钙片，钙脚，嘿，莫是讲猪皮，了地表还有胶原蛋白，他提供了的东西等于炖到胶钙下，哈，变冷。基本按因变冻，不给冻的东西是也有胶原蛋白。哦，然后一天就蹦出哈，代替了讲了的东西就蹦出。唔过是讲你是听到猪皮还是上是热血就没被够，哈，啊特别一体两面，懂吗？哈，你两面补充胶原蛋白是贴到难为一面就。加强心血管嘅问题咯。其实我讲到体检蛋，因为胶原蛋白佢底部有几只氨基酸，吼，像个卵泡底部是有，佢有脯氨酸，卵泡，嘿，卵泡吼，佢有3种氨基酸，卵泡是最简单，当然是一只卵，吼，因为佢没办法按胶原蛋白成分，含有的蜂轴底部没有该甘氨酸，没有胶原蛋白成分，因此讲中医是蜂轴皮肤会好，真紧没有热头力，吼。你是卵泡啦、蜂轴那啲东西，过下就蹦出，含有某是牛奶呐、吼，跟酸奶呐，那都没有胶原蛋白，吼。等于东东因为高胶原蛋白嘅产品，嘿，有的产品胶原蛋白，不过每特项产品过下会帮你吸收，好，佢一天要做法，好，帮你好吸收。含就等于是讲跟你就该胶原蛋白就下去，敢袂做得。不过就下去段时间袂会流失。他提了讲，它的食东西体重要，食东西好，因为是有胶原蛋白，好，有胶原蛋白以外，它的是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好，长本按胶原蛋白嘅下，我们讲还有坚固。等于是胶原蛋白，某是维他命 C 下去吼，你的胶原蛋白是软软，唔会硬，唔会有弹性。之前线上有讲，因为维他命 C 是嘛个东西，你还协助钙质的吸收，还调溶钙头力，所以线上了解讲，系讲以前就是让胶原卵泡有关系，钙吸附钙时间一定都含有一些水果才可以协助它吸收。是这种高棉调溶，上次大家发动到前一卖该都3瓶来高棉，唔讲一高。你发现摸好，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被吸收，它冇本吸收到，所以电导可能也冇乜嘅效果吼。所以讲来讲去，其实还是体内宽博体重绕，错嘛吼。还有乜嘅做啲體叫我們大家聊下，你怎在講？绕墙头，请日凤线上那朵节目地图了，大家来分享，恭喜才会皮肤改保容。当然啦，外在的东西很多，公公啊、东东，世界东西也让大家来分享吼。所以其实你讲来讲去，体内环保还是最重要。不过还有找个问题哦，除了高的啊、细的啊，你讲敷脸。老师，现在面膜外面真的厂牌好多，贵的也有，便宜的也有，都在敷脸。有你讲天天敷，效果好吗？其实你要当做什么？因天天敷脸，因为没敷脸其实没有安全感。因为感觉水拿，等你又发肚肚哈，湿的水又发肚肚皮肤。你是不是敷脸？像俺不是敷脸，俺都唔好敷脸，因为都麻烦呐。恭喜台湾，什么你会这样会保养吼？说真的，要勤奋，动黏液做两件事情。不过就你要当做什么是讲，你在敷脸天也好，你的化妆品怎么上去？其实好，最主要化妆品冇上去是你皮肤角质调喷。你当你天按摩去个面，然后个角质
不去走体去，你皮肤天一长好好上妆，但是最基本啦。等于皮肤本身大摸好，应该有冇讲，你角质摸落去总体去哈，你下敷面膜好，角质的去掉，长做敷面膜。面膜底下就一种就该现成来嘛哈，像特别你该洗头摸了条面膜，你天气咪当简单，你用买喏，用人拍、老白、柠檬汁、小黄瓜用下去，不过特别注意的哈，就都。对于轮泡过敏哈，该敷下去哈，该面是贵下哈，会上一电到下厉害哈，就平地敷埋哈，因为讲埋，现在敷下去嘅面贵下风挡挡，哈，像那种哈，就等于讲天然洗不好哈，还是特别注意，还有因好用个芦荟敷脸呐，芦荟敷脸是要特别注意，个芦荟当讲哈，等于该绿色呛东西切对莫敷，因为该有芦荟素会过敏。所以你有要去切到好强力，真的就是取去冻用给弄，给用买那种弄，透明的，对，用敷脸，那个夏天冻适合，因为冰冰凉凉的很舒服，所以等下芦荟，芦荟，但想做的敷脸，还做的做嘛，还做的炖排骨丝咯，炖要洗，还没洗哈，因为是冻贴片干面头，而且前面洗好像也是不错，也是很营养，刚刚安用因最主要热天抖音讲热抖啊哈。其实我泡特别我食泡一天吼，该热豆冻简单呐，该芦荟，即讲这，特别芦荟还会用人们讲这菜系么？没，因为佢冻会用热，所以基本上用讲冇错。你叫中间该弄的这菜哈，然后该买，然后都该小中要点下去啊。火时唔会火台是好水，好水哈。咁个除了讲同你讲线上讲，你讲小黄瓜没挂做的敷脸啊，其实喝。定的东西没动到，所以还你讲，这个冻轻松，冻轻松，你卖都卖得到诶，老北都有诶，风吹头到另购。好，其实风吹头你最好小可人嘅吹过。哦，因为风吹头底部就冇向上嘅嘛。为什么风吹头底部就维他命 C 破分解酶，叫老维他命 C。破坏掉，因为它破坏维他命 C， 你少说去狗下去，嘅酵素活性是唔简单的。含令狗吼，你最好是连批，因为令狗批嘅抗氧化兴奋合度，佢有苹果多酚。欣赏是真的动矛盾，你大白讲批唔敢是因为佢降低有浓肉，还有它会上一层辣。可是你抬价独地，其实拼令狗动心脏的时候去改批，是从葡萄去了嘛？相信因讲葡萄籽攞去配出来，明明该葡萄籽本身是。都有影响，所以其实线上讲冇错，批榴莲讲你都去撞墙鱼。冇错，你下你台湾的令狗可以是太出的，好，做的是台湾的令狗哈，因为令狗台湾令狗唔是打蜡，好，是不是 sell， 好，还有的有机令狗，其实日本冇打扰过哈，等下冻好贴粘掉咧，所以底下是对人理解皮肤没冻好。冇错，所以唔但像安用英哦，线上还要大家都小改，哇，这可以水冻够几个一种来甜品有吗？有泡沫米哈炖变汤，泡沫米你要有造好没就失败是按台湾这个种上来的泡沫米，最后卖个上来泡沫米，因为造的泡沫米上次讲伊讲为就等于不去用造了为不用到硫磺下去，就会果面你上海泡沫米做得到的枸杞捞到蜂巢他有讲过蜂巢就该胶原蛋白跟氨酸就蹦出。冻贴的，你那蜂巢啊做的。那枸杞地毛该物件该冻个虫果该马丹娜，其实当然是个枸杞，叫是个还皮肤怎么这样？因为豆个没睇那是个枸杞含强行下去那一点。泡沫米样对皮肤好，泡沫米底部就好东西冻到，该是维他命 D。你个维他命 D 豆该下对皮肤就帮助，因为成一条晒伤豆咪唔好，不过成一条维他命 D， 该像我泡沫米底部维他命 D 冻到，佢对人的关节咪有帮助，对人皮肤咪有帮助。最主要是讲泡沫米其实对人血管润肺，你讲什么？你血管好，肺脏好，皮肤是会这样。泡沫米是因为按的头力，豆是的泡沫米对皮肤都有帮助。不过了解是冻疮，因为一般来讲你一半改地些，
唔记得是讲，一定就是果子有啲维他命 C， 吼，大家我比如讲，你要补充体力，大家就是维他命 B， 不过冻少你袂讲，还有是维他命 D。嘿，因为一般你问，你有些维他命 C 吗？还问要补充钙质吗？就是如果买个现成的钙片呐，一定要钙镁铬呐，大家袂讲，有些维他命 C 吗？维他命 D，B 群嘛，唔讲唔会用你问你有些维他命 D 吗？可是其实肌肤上钙重要，所以实际上线上讲的白木耳干，白木耳。汤姆米是有维他命 D， 是有动活钙高含量的维他命 D， 这也是对皮肤很好。冇错。所以大家有要注意哈。还有等下动好蔬菜汤、呛水汤。好，呛水汤，等下几项东西哈，咱先讲个tomato 牛番茄有贝塔胡萝卜素嘛哈，还有茄红素，佢做得好吸收紫外线，哈，不该紫外线唔会对人皮肤伤害，是啊，唔会上皱纹。含玻璃彩呢，佢哋本就该含有抗氧化物、一硫氰酸盐，佢咪只要动活抗氧化成分，对人皮肤咪就蹦出，好，做得不应该自由基唔会伤害皮肤。乌木米就蛮好处，乌木米其实唔会不应该也蛮讲，尤其什么营养供咧，吃乌木米下去啊，跟人供是会洗下腔，吼，唔会讲给贵吞到子宫，什么因子宫好下去哈，皮肤是会这样，吼，该洋葱地本又该胡皮素，和香菇地本又维他命 D， 那等咪系对皮肤就蹦出，其实当简单，tomato 2隻。好，玻璃彩1/4，乌米差不多半盒，好，比方说葱头当香菇，姜花那一煮哈，等下好些是葱头小颗炒，然后香菇炒，然后其他东西不用下去哈，嘿，等于好像该其实你咪做咧像个火锅腔样做法啦。对哦，提供恁咱一家煮安样个呛水汤，汉牛冻好是该火锅的时间，像俺是冻好是火锅，俺是讲是在偏冻，还是都是冻包，不过俺是讲是火锅，俺感觉是习惯都唔会包太感动。汉家就不用冻牛下去是冻火锅的呀。而且不用牛的话，线上下面又做得补充蛋白质、卵爬质，唔系讲不用冻配也配猪牛，不用小猪牛，我是不用牛啊。安尼回春冻。当然，小个该买鲷鱼呀，好，顺便讲过哈。因为真的，你看你讲，你给推班鲷鱼哈，已经是很好品质的，因为像老师像连牛番茄，一般来讲就是可以好抬giá，也是你自家改我们自己的品种的这种，像你讲大白你是只是豆腐下煮的时间，基本又按用改tomato炒卵的时间，就是系用牛番茄来煮。我记得我细个时间系讲只是吼，不下你用你买个牛番茄的。不用贵渣的，不用1颗或2颗酸梅哦，就从你果子那样写，感觉上很美味。不过你下是讲豆腐下煮盘的时间，了tomato那里炒卵啊，炒卵很爱袂停停，是讲袂其他炒其他的料理，你做得做其他的料理，这也是非常好。不过思想性上建议嘅是讲你多难煮。干你是煮火锅，系啊，平贵干音是系啊，反正其他也没贵干音。真是，你全部不用落去，然后有做得适度呛脆嘅好处，然后有像线上讲，比如讲你不用牛嘅时间，有卵爬子，线上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放鸡蛋？因为基本你特别到台高的空调，其实你讲蛋白，我今天听线上讲才知道讲。吃蛋白质做的是都胶原蛋白的氨基蛋。老师为什么要讲？因为你还可以卖高卵卵爬的产品，我讲的不是天然的，其实很贵，就是你要吃那一包一包的粉，加8Q 加1000Q 很久。对，加8Q 算便宜哦，加8Q 都加1000Q 都有，你就会觉得真的很贵。因为我线上讲，其实。1颗鸡蛋就有了，而且蛋黄，大家挑白回去都是卵包买时间降胆固醇铁够，可是其实蛋黄有非常够感应用价值的，对不对？你唔是说，是因为够，因是会够，唔会够是唔会够，莫看莫就都够嫌因卵不易够，其实唔系，其实不易够的东西，很也配重要很多。所以提肌动宠扰，基因很重要嘛，对不对？有东西一粒卵你都唔敢信，讲那是一粒卵么？哎呦，俺讲个胆固醇动讲啊，先讲上到一粒卵钙，可能冇人养虫吼。哇，所以讲到你大家也都注意哈，水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内挂
内瓜吼，老该钙根吼，其实钙根当便宜，你望啊，甲别人比，应该吼，西法兰去卖钙，市场卖钙根，钙安胎保障吸收扣钱，好，就老白便宜，好，因为钙根啦，然后内瓜啦，吼，然后到个豆瓣酱吼，Q 下吼，麻油下去，然后去拌是做的，好，小口内钙根那个烚熟落吼是做的，等于耐洗过后拿来炒一家也没当好食。好棒！哇，今日绕墙同欣赏呢度节目底度，大家咧讲，其实皮肤该注意。虽然恁嚟讲主要讲皮肤该问题大大很容易，讲到大家讲是得好皮肤是好，好吗？感谢欣赏呢度节目底度啊，有限食来哦。好，哇，天天好咧，咱做嘛家己做认同了。